明朝正德13年，苏州南衙军家是税府，家当改得多，房子范围改，金子范围亮，银子范围金，珠子范围空，两地范围轻。第十金家随是费，费是金家百户来，声称苏州第一家。搿上头一家人家了，真正的主人只有两个，一个就是后主金公代金玉华，今年40岁；还一个就是金玉华家乡大娘娘，叫唐翠萍，今年30岁。那还为不晓得你，当然不为样的。那还为晓得个你，请苏州所有的民郎中来看过。啥个毛病人？我难为的说不出。搿有啥说不出？你说不出，我倒说得出。唐翠萍大娘娘倒是啥女？啥对女人？当然不让。其实没不要真的，不但现在是不受伤，依然没讨厌。搿上头一家人家，你还不3辈受下去个？到房里向无人受，但是七房8房的有人受。搿受得782房，整个受7受8了，还7大8了。搿么是有同的多他2个，可以多养几个。13年新婚1日第1夜，各位大衙军公队60多人，新娘娘唐翠萍漂亮，大衙队里望一望里眼皮，抬一抬，看一看，大衙哈一哈，晃一晃，开进看一双娘子，但是只有娘不知哪么讲，留下来里比媚娘还要凶。要发3章，第一不许他第2个，第2一切听我的，第3通通侪不能瞒我。进宫队低头3条3个水客脚了全部拿里靠了。13年大衙人60，加上一辈个唐家里向对金家里向有恩惠。所以并得今朝正月18，中书大娘娘御手松动，立个爷娘去世，答应娘来大衙讨偏房。不过呢，一家里屋里当中挑选，所以啊，在外边海大衙门与23个屋里符合条件，立了房厅上向再细细。进宫队60多人一分晓得，踏进房厅一看嘛，搿点屋里像现场的一样做啥呢？哎，高先生好了啦，眼睛再好，我是娘子啊！啊，大爷，请受。一手了，娘子，想今这里有事啊？哟，大爷，像今这里嘛，奴家上你那听，你看呀，谁知衙门之中，是你挑手一个。上任突然之间还不商量，事实是我让我看偏房，屋里当中改一个，那么带你看看，高先你欺身太过。不是我看不起阿头，而是你看不起我，你对我不了解。阿头等我相配了，这里肢体不能相对。3个8到现在，一个预备都养2只猪猡，一个预备马上得梅花绿药，这个哪配得起来？那么你10年60多人，心里不实，面孔不活络。但是呢，讲出来个闲话还是不来。哎呀，娘子，想这件事儿，为得好好商议
上衣呀！哈啊！大翠林对你妈妈，我还不用你想子一要天，我只是敢决心，让你太偏望。我啥你告辞讲的？既然你自家变了，受了面孔一杯，笑。像农家的一份美意上你的听，既然你自己不养了一人受了，养你们我退出去。我的三百荒，给你中部王定立了来。你心里明白，该桩事体不为成功，来到娘娘发笔，不够你。今朝能够松动，这手门掀开着，我不能关着。我心里想有底，我暗中已经不适合山上家杨某龙18岁，一直来相交，谁冒伤心。把了心里不能讲出来，今朝有个样的机会，我也毫不突出。那么呢，我锁门藏了，眼睛打出来，先让头下去，再来对付大娘娘。大爷，想大娘娘她是一番美意。来，大爷为主书房歇息。7岁我的地波浪向扎一扎，压一压，一人子来外头去，我有道理。进宫队不晓得王定为啥趁势往外头去。王定眼睛耷拉，身体抬出来嘛，南方发个闲话在想恨啊，大娘娘，想方在大姨们，他心中不落。是有够的，这为他的心目中只有你大娘娘一人，母与半生说这个道理呀！人家一听我这个气，得先出一步，牛来寻死。不过在衙门中挑唆嘛，他亦不为因缘。啥么子啊？我对飞啊，再去探了名门贵婿啊！可是不来个。将来李靖之门，杨子儿子，李立人们，我接着问。我对当中挑是一个谁是这个道理？今日两个人神就让让我心天，不能松开。要完的。是。名门之中挑是农家不允。不是在名门中挑选。早弄开来，只要修一个小家，便要做官了。谁是受到为逼们，以好听说说。这个呢？一听你的两句话的语带，屋内当中改革留下来，我到屋内平起平柔，称之大美，于是自家身高，小家别扭，给大美看。要话的，记住兄弟们，与内不识别了。成功一滴滴。大娘娘，我倒想起了有一个合适的神仙。我有人对手里说过，稍微想已经有人子，仔细讲来。他姓叶，乃是非常神士。也讲得来太委屈，听得进。大娘娘对老奴告别。
十三年前，冯某上门赴迎上，喜的金家妻在内地下狗儿送团的把风家跳，这样的娘娘能言人，真是两翼风光成就上。这个人当然配回去，既不是我的，也不是名门贵婿，谢家必有。门门请上。啊，皇帝。是。这位爷爷最叫后名字叫知雷。也知雷。是啊。他的祖上做什么？一家小婆。他的相貌呢？平然。身材呢？平然。是是非平然，他的为人怎样？平然。哦，为人忠于老实，守于为人，你大娘娘一人作主。好，几多许次么话的？今日晚上带路西去一看，一看还可看，说个平然，啥子不平然？脸手漂亮，还去打理比干。台湾的有了海，那种是高漂亮，你是真漂亮。不不离口拉来起心，咁我呢？我也拉得个漂亮。皇帝来了大死了啊！但辰光神清在总归看得见。别人讲呢，皇帝想带这个辰光我还强逼。个面孔漂亮不漂亮，各人各看。但是光台说皇帝那为啥漂亮？我说我现在看看没啥漂亮了，说不清的。别说不样，像我这面孔到底漂亮不漂亮？真能自几十年到现在不结论了。大娘娘，你要前去一股子倒甚好。不过我想推给叶小姐离米了，你大娘娘乃是何等的身教？这个不能一提醒我想得对，自家分神功，我带的男儿的吴娘娘，我当哪晓得去口里呀？他不离面子的。哟，既如许此么话的，奴家不去了。但不过大义开不中门。这里需有事哈？大义那里，老奴前去追寻。既若许此话的，一切与你带来，此人此去，送送一上。都是大娘娘，神功一般，唯一不是也可以之类。到衙门不要紧，我有什么？那么皇帝要紧离开奴儿，直奔三堂衙门。这地方关心你，再个你，反正我是谢家，这个日子哪个我？现在要紧过来门收起，门一开门，哟，我来把你累了么？你听啊！你家小姐可好啊？我家小姐在上海，虽是时常夸你老姨太太们心中有喜不落。听啊，我家小姐在课堂之中。在课堂把正规矩反来小人讲小家，我们大人讲中国各个不会全部上前啊！王定基一下我子。各位一起来小家今年18岁，那么你三个哪样子的呢？不是里向女子国总归在这里编制的，既然么实力编制，那么到底哪好看呢？大妹妹用语言来形容的。那是里像朵花吧，它有18个字。那么那是里像块美玉，它有硬气。那么那是里像天狼上偶，比得高不可配。
在这里还看得来像四道美人，鼻子大里长子框框子。那么你这个一出来到底哪还看呢？来，听众啊，你都去想吧。你都欢喜哪样子的面孔编织们，你个一出来三角是哪样子编织？总而言之嘛，是一位人人栽培、虎口贴贴的先生女子。爷牛来是个虽然，娘呢是思想们的出生的才女。我里想昨日在5满地的花地，3年前头，爷出远门，把个风浪手翻成了当场故事。先去手出来，娘当场击杀，随了这个危难之际，皇帝打出来大力相助。所以个一出来啊，对个皇帝是感恩不尽。现在看见王老板进来嘛，眼睛使了个力起来。啊，王老板，一把清手。多谢小姐。啊，小姐呀，老板，你家娘亲受托之事，与美莫了。娘家里的啥个事情嘛，自家的终身大事。现娘家子刚在个中日们总归难为的，所以面孔涨红，对神丹们不想。神倒是终于老人，可惜年岁大死了。完了。对不起，哪一家？谁是内傲金家？金家？是啊。哦，是。实不相瞒，谁是我家大爷？哈！听到该啥用了起来有点不开心。对你妈妈那么真的托人托子王八八的，你那是干糊涂家？你都大呀43岁呀，我18岁，年龄分是相差一点点，实干头。再说，虽然我屋里想穷。但是不愿意当个人家的屁娃，而且搿种愚动的家人家，搿种人家我气也不配，马上回头，不能好好无气势。啊，老板，像此日来不透呀，真是不透啊！就老板啦。
一口话，气欧风呀，土去不欧呀，天大不去，地有女口名哎，我配寒风。王令贤也为的想想当初讲得个让杀了意料之外，该桩事体我非要成功不可。当时见那个小家正在做希望思维，但是我位置警告，我位置都要一定我想着男人好，你都要人也好，将来不会亏待你。可么现在呢，看上去在弄到金家的一个事体太家去不可为养，今朝实在也讲的不难听听。唉，小姐呀，老伯，想这件事儿嘛，是王定要口不口去你的小姐呀。老妹举青上门庭，一番口中道起经。山好根，也是你清大于心太守，儿是当初没忘不见人，养我王定一把口心，那你话是绿水，水内绿，大雨不问你风雨，岂不要记录问？后来当时真为缘，今日里看
了太清楚，终是一缕做人人当了批，举动将给我这是为了金家，才口口拒你，讲得给大皇帝都是。俺的郎官无来望正谢家门前不落到伤心跪下，谢祭开在皇帝的薄面之上，一人原了这门亲事。这个听来皇帝讲我的非，谢家的人会等爱他的。万万想不得，皇帝会失去金家的男人，想不得这种大人家还有难气，想不得这位大爷终会来日，而这位大娘娘也是这个王内府里，想不得你王来把对金家这样忠心耿耿高，你想不得你皇帝口中之我上有着，那你在讲我哪辈？来日是。大金家非我所牛，做偏话无法称我心。但是时跟我发答应的说，叫皇帝拿路法，我哪对得起？3年来你对我种恩情非比寻常，我用啥么子去报答你？这个要么是天意，要么是命中注定了海。天呀，天呀！宫女对宫女夜里妹妹叫他留下来，离个刺激，他妹妹叫他停下来。我非去有三有四，我只管自家命口，爷娘死得太早，我来找他自家定下终身。我现在为了世界拉想，只不过是为渣而已，为去多看你的啥呢？那么谁帮助皇帝这个忙吧？但是有一点听上，
我觉得一点头，我请来皇帝的人人长、董事长，全部在为听。爸，三家87块，10家5酒。啊，完了吧，小姐，快快请起。奴家姻缘了。小姐姻缘了。是啊，姻缘了。小姐姻缘了。哦哟，都是小姐。皇帝这个开心呀！金家里相遇不忙，都要与夫妻，哪能不爱了？那么金龟生的娘阿肯告不金龟生的爷儿，留其为师，皇帝实情到此为止，请听我一。明朝正德13年，苏州南外军家是税府，高档改得多。房子范围改，金子范围亮，银子范围金，纸子范围空，两地范围轻。地入金家水是费，费是金家百户来，声称苏州第一家。搿上头一家人家了，真正的主人只有2个。一个就是后主金公代金玉华，今年40岁；还一个就是金玉华家乡大娘娘，叫唐翠萍，今年35岁。那还为不晓得呢？唐师傅为娘的，那还为晓得个呢？请苏州所有的民郎中来看过，啥个毛病呢？我难为的说不出。搿有啥说不出？你说不出，我倒说得出。唐翠萍大娘娘倒是傻女，傻对女人，当然不让。其实没不要真，不但现在是不受伤，依然没讨厌。搿上头一家人家，你还500-300杯受下去个。到房里向5人受，但是7房8房的有人受。搿受的7包2房，整个受7受包了，还7大包了。搿么是有同的多他2个，可以多养几个。实在你新婚1日第一夜，各位大衙金公带60多人，新娘娘唐翠萍漂亮。大衙带你望一望你眼皮，抬一抬，看一看，大衙哈一哈，晃一晃，开金口一声娘子，但是只有娘不知哪么讲。留下来你比媚娘还要凶。要发3章，第一不许他，第2个，第2一切听我的，第3通通侪不能瞒我。金公带低头3条3个手铐脚镣全部拿里靠了。实在呢，大衙人60，加上一辈个唐家里向对金家里向有恩惠，所以并得今朝正月18，终受大娘娘有所松动。你个爷娘去世，答应娘来大衙讨偏房，不过呢，拿书门창了眼睛打出来，先让大衙去，再来对付大娘娘。大爷，想大娘娘她是一番美意。来来来，大爷为主书房歇息。去水脑里边波浪向扎一扎，压一压，一人子来外头去，我有谈理。金公带不晓得皇帝为啥趁势往外头去。
王定眼睛耷拉身体抬出来嘛，南方发个闲话在想喊啊，大娘娘，想方才大姨们，他心中不落是与有故的，只为他的心目中只有你大娘娘一人，母与半生说这个道理呀，还是俺一听么这个气得先退一步，牛来寻死。不过在衙门中挑唆嘛，大意他意不为因缘。啥么子啊？我对飞啊，再去探了名门关系呀。可是不来的。将来李靖之门，养子儿子，李立人们，我接着问。我队当中挑唆一个，谁是这个道理？今日两个人甚至让让我心里不能松开。要完的。是。名门之中挑唆，农家不允。不是在名门中挑唆，照我看来，只要修一个小家，比我足够了。谁是受到为逼们，以好听说说。这个呢？一听你的两句话的语的，我队当中改革留下来，我到我队平起平坐，称之大美。于是自个升高，小家比我这当来看，要话的，记住兄弟们，与内不识别了。成功一滴滴，大娘娘，我倒想起了有一个合适的神仙。我有人对手来说的，稍微想想已经有人子，只是将来。他姓叶，乃是西唐神士，也讲得呢太委屈，听得进。大娘娘对老奴告别。
不是名门贵婿，谢家必有。门门请上。啊，皇帝。是。这位一些最佳后名字叫知雷。也知雷。是啊。他的走呀走什么？一家小婆。他的相貌呢？bien然。身材呢？bien然。是是非？bien然。他的为人怎样bien然。为人终于老实，所以为日你大娘娘一人做主。好，几路去什么话的？今个晚上带奴谁去？一看，一看，还看看，说个bien然，啥子不bien然？你手漂亮，还去打理比干，台湾的有了海，那种是高漂亮，你是真漂亮，不把你看拉来起心，咁我呢？我也拉得个漂亮。皇帝来了头死肉啊！但辰光神清在总归看得见。别人长呢，皇帝想带这个辰光我还强逼。个面孔漂亮不漂亮，个人不看。但辰光但是皇帝那为啥漂亮？我说我现在看看也没啥漂亮了，说不清的。别说不样，像我这面孔到底漂亮不漂亮？真能自几十年到现在也不结论了。大娘娘，你要前去一股子倒甚好。不过我想推给叶小姐离米了。你大娘娘乃是后等的身教。这个不能一提醒我想得对。自家分神功。我带的奴儿的吴娘娘，我当晓得去口里呀，他不里面子在。哟，肌肉须怎么管的？奴家不去了。但不过大姨开不中门，这里需有事哈。大姨那里老奴先去追寻。肌肉须是话的，一切与你带来，此人此去，松松玉山。都是大娘娘。神功一半，唯一不是也可以之类。到衙门不要紧，我有什么？那么皇帝要紧离开奴儿，直奔山堂衙门。这地方关心你，再个你，反正我是谢家，这个你叫哪个我？现在眼睛过来门手机，门一开门，哟，我来把你累了么？累了。你听啊！你家小子口好啊！我家小子在上海，虽是市场花你来一太太们，心中有喜不落。听啊，我家小子在课堂之中。但课堂把正规矩反来，小人讲小家，我们大人讲中国这个不会，全部上去啊！王定基一下我子。各位一起来小家，今年18岁。搿不你生得哪样子的呢？不是里下女子国总归在这里编制的，其实嘛实头编制。那么到底哪好看呢？大妹妹用语言来形容的，那是里像朵花吧？在家里屋里当中挑选，所以啊，在外地海大衙门与23个屋里服务条件，立了房厅上向再细细。进宫对60多人一分晓得，踏进房厅一看嘛，搿点屋里像现场的一样做啥呢？高先生好了啦，要紧再好，我是娘子啊！大爷，听手一手了，娘子，想今这里有事啊？哟，大爷，像今这里嘛，奴家上你那听，你看呀，在此衙门之中，审你挑选一个。上日突然之间，还不商量，事实是我，让我太偏房，屋里当中改一个，那么带你看看，高些，来起身开工。不是我看不起阿头，
而是你看不起我，你对我不了解，我的等我相配了，跟你志气不能相对。三狗八得现在，一个预备都养两只猪猡，一个预备马上得美国旅游，这个哪配得起来？那么那10年60岁人，心里不实，面孔不活络，但是呢，讲出来个闲话还是不来。哎呀，娘子，想这件事儿，为得好好商议商议呀！大翠丁对你妈妈，我还不容易想出1天，我只是敢决心，让你太偏吧。我啥你讲吃光的，既然你自家变了，受了面孔一白，兄，像农家的一份美意上领的听，既然你自己不养了一人受了，养你们我退出去。我的3百光，给你中部王定立了来，你心里明白。该桩事体不为成功，你都娘娘发地，不过你今朝能够松动，这手门掀开着，我不来关着。我心里想有底，我暗中已经不适合三当家杨某龙18岁，一直来相交。谁冒伤心，把我心里不能讲出来，今朝有个样个机会，我也好不突出。那么呢？命中于喜不落，请来也在课堂之中。在课堂把正规矩变来，小人讲小教，我们大人讲中国这个不会全部上去啊！王定基一下我知。各位一直来小家，今年18岁。那么你三个哪样子的呢？不是你像女子国中国才是里编制的，既然么是里编制，那么到底哪好看呢？大妹妹用语言来形容的，那是里相当火爆，它有18个字，那么那是里像块美玉，它有硬气。我们那十里像天狼上偶，比得高不可配。那么那十里好看得来像4道美人，鼻子大里长子框框子。那么你这个一出来到底哪好看呢？来，听众啊，你都去想吧。你都欢喜哪样子的面孔编织们，你个一出来相交是哪样子编织？总而言之嘛，是一位人人栽培、虎口挑剔的学生女子。亚牛来是个虽然，娘呢是思想们的出生的才女。我里想昨日只有5万地的花地，3年前头亚吃油门把个风浪手翻成了当场故事。先是手出来，娘当场击杀，随了这个危难之际，王定打出来大力相助。所以个一出来啊，对个王定的感恩不尽。现在看见王老板进来了，眼睛射了一个立起来。啊，王老板，一把清手。多谢小姐。啊，小姐呀，老板，你家娘亲受托之事，与美莫了。娘夫里有啥个事情呢？自家的终身大事。现娘家只讲这个总事体嘛，总归难为的。所以面孔张红，对神丹们不想。神道是忠于老人，可惜年岁大死了。完了。对不起，哪一家？谁是内傲金家？金家？是啊。哦，是。实不相瞒，谁是我家大爷？哈！听到该啥我们之类有点不开心。对你妈妈那么真的托人托子王八八的，你那是干红的不讲？你都大了40岁这样，我18岁，
年龄不是相差一点点，18头。再说，虽然我屋里向穷，但是不愿意当个人家的偏房，而且搿种愚动的家人家，搿种人家我气也不配，马上回头，不能好好无气势。啊，来不，像此日来，不透呀，真是不透啊，就来不啦。送团领把风家条，这样你娘娘能言人，真是两翼风光神绝神。这个人当然配回去，既不是我的，也不是名门贵婿，谢家必用。门门请上。啊，皇帝。是。这位一县最佳后名字叫知雷。也知雷。是啊。他的祖上做什么？一家小铺。他的相娃女。bin然。生在女。bin然。14岁，bin然，他的为人怎样bin然，为人终于老实，所以为是你大娘娘一人作主。哈，几多许次么话的？今个晚上带奴谁去一看？一看，还看看，说个bin然，啥子不bin然？你手漂亮，还去打理比干。台湾的有了海，那种是高漂亮，你是真漂亮。不把你看拉来起心，咁我呢？我也拉得个漂亮。皇帝来了大死牛啊！但辰光神清在中国看得见，别人长呢，皇帝想带搿个辰光我还强逼。个面孔漂亮不漂亮，各人各看。但是光台说皇帝娘为啥漂亮？我说我现在看看也没啥漂亮了，说不清的。别说不样，像我这面孔到底漂亮不漂亮？真能自几十年到现在也不结论。大娘娘，你要提取一股子刀甚好。不过我想推给叶小姐离米了，你大娘娘乃是何等的身教？这个不能一提醒不想得对，自己也分神功，我带的奴儿的吴娘娘，我当晓得去看理呀，他不理面子的。哟，既然许此么话的，奴家不去了。但不过大义开不中门。这里需有事哈？大义那里老奴谁去追寻？既若许此话的，一切与内带来，此人之后松松玉山。都是大娘娘神功一般，唯一不是也可以之类。到衙门不要紧，我有什么？那么皇帝要紧离开奴要直奔山上衙门。这地方关心你，这个你，非正我是谢家，这个你叫哪个我？现在眼睛过来门手机，门一开门，哟，我来把你累了么？累了。你听啊！你家小子口好啊！我家小子在上海，现在市场花你来一开门。想今这里有事啊？哟，大爷，想今这里嘛，奴家上你那天。
你看呀，谁知妖怪之中，神你挑手一个。上然，突然之间，还不商量，此事是我，让我他偏往屋队当中改一个，那么带你看看，高些，来欺神太高，不是我看不起屋队，而是你看不起我，来对我不了解。屋队等我相配了，跟你志气不能相对。三狗八代现在一个预备都养两只猪猡，一个预备马上的美国旅游，这个哪配得起来？那么那10年60多人心里不实，面孔不活络，但是呢讲出来个闲话还是不来。哎呀娘子，想这件事儿为得好好商议商议。大翠林对你妈妈，我好不容易想出一天，我只是讲决心，让你太偏忘。我啥你讲此讲的，既然你自家变了，受了面孔一白，笑。像农家的一番美意上领的听，既然你自己不一样的意思受了，要你们我退出去。我的3百光。给你中部王定立了浪，你心里明白，该桩事体不为成功，来到娘娘发笔。不过你今朝能够松动，这手门掀开着我不来关着，我心里想有底，我暗中已经不适合。山上搞姚某龙18岁，一直来写着，谁冒伤心，把我心里不能讲出来。今朝有个样的机会，我也后半突出。那么呢，我锁门藏了，眼睛打出来，先让大衙去，再来对付大娘娘。大爷，想大娘娘她是一番美意。来，大爷为主书房歇息，去水那里地波浪向扎一扎，压一压，一人子来外头去，我与谈理。进宫队不晓得王定为啥趁势往外头去，王定眼睛耷拉，身体点出来嘛。那刚发个闲话才想恨啊，大娘娘，想方才大姨们，她心中不落是有故的，这为她的心目中只有你大娘娘一人，母与半生说这个道理呀，人家一听我这个气，但是也退一步。牛来寻死，不过在衙门中挑唆嘛，他亦不为因缘。啥么子啊？我对飞啊，再去探了名门贵婿啊！可是不来的。想来李靖之门，养子儿子，李立人们，我接着问。我对当中挑唆一个谁是这个道理？今日2个人寻就让我心里想。不能松口，要完的。名门之中挑唆，农家不允。不是在名门中挑唆，照我开来只要修一个小家，便要足够了。谁是受到为逼们，以好听说说。这个呢？一听你的2句我当鱼的。屋内当中改革留下来，我到屋内平起平坐，趁机带来，于是自家升高，三家必肉，给大妹看，要话的，记住兄弟们，与内不识别了。成功一滴滴，大娘娘，
我倒想起了有一个合适的神仙。我有人对说的说过，三位先生已经遇人着，仔细讲来。他姓叶，乃是西唐神士，也讲得来配委屈，听得进。大娘娘对老奴告别。明朝正德13年，苏州南衙军家是税赋，家当改得多，房子范围改，金子范围亮，银子范围金，纸子范围空，粮地范围轻。地入军家税是费，费是军家保护来，声称苏州第一家。搿上头一家人家了，真正的主人只有2个，一个就是后主金公对金玉华，今年40岁；还有一个就是金玉华家乡大娘娘，叫唐翠萍，今年30岁。那还为不晓得你？当然不为两个。那还为晓得个你？听苏州所有的名郎中在口过。啥个毛病呢？我难为你说不出。搿有啥说不出？你说不出，我倒说得出。唐翠萍大娘娘当时是啥女？啥对女人？当然不是。其实嘛，不要争，不但现在是不受杀，依然没讨厌。搿上头一家人家，你还不3辈受下去个？到房里向无人受，但是7房8房的有人受。搿受到782房，整个受7受8了，还7大8了。搿么是有同的多他2个，可以多养几个。实在你新婚1日第1夜，各位大衙军公对60女人，新娘娘唐翠萍漂亮，
都要对你望一望你眼皮，抬一抬，看一看，都要喝一喝，晃一晃，开进去一声娘子，但是最娘不知那么讲。留下来你比媚娘还要凶。要发3章，第一不许他第二个，第二一切听我的，第三通通侪不能瞒我。进宫带低头3条3个水客脚里全部努力考了，实在呢都要人老实，加上一辈个堂家里向对金家里向有恩惠，所以并得今朝正月18，中书大娘娘有所松动，你个爷娘去世。答应娘来都要他披望，不过呢，也家里屋里当中挑选，所以呀，在外地海大衙门与23个屋里服务条件，立了房厅上向再细细，进宫对老实对人一分晓得，踏进房厅一看嘛，搿点屋里像现场的一样做啥呢？哎。高先生喝了啦，眼睛再好，我是娘子啊！